黃燦視網膜剝離術後復工戴墨鏡使壞正合反派氣場。開六角括號記者蕭芳議，台北報道山六角括號黃燦因視網膜剝離，一度有失明危險。4月進行鞏膜扣壓手術，休息1個多月，作回歸民視8點檔好運來。他因眼睛剛復原，對強光仍需適應，因此演出時也會佩戴墨鏡。恰巧他演出為求利益不擇手段，讓觀眾恨得牙癢癢的經典反派角色，笑說剛好符合角色氣場。休養期間，黃燦遵照醫囑定期回診並休息，但他透露還是會準時追好運來，就算不拍戲，也沒有漏掉情節進度。談及病情，黃燦坦言這次視網膜剝離的原因難以明確釐清，醫生說造成的可能性很多，無法判定是哪個因素造成的。先前曾傳出他是因為被龍天祥賞2巴掌導致視網膜剝離，他再度澄清並非如此，表示私下也和龍天祥解釋過，兩人並沒因此產生誤會。